来关心空军这场意外事故，这飞官新北基呢是西 F-16V 的战机，毋过煞伫花莲的外海来失踪去。总统赖清德是表示讲，这搜救行动会继续，希望大家为飞官来祈祷。另外，针对着外界来批评讲，这 F-16V 防寒衣甲自动防狼的系统拢无到位。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表示讲，这防寒衣呢是预计伫3月进前就会交货，那自动防狼的系统，希望明年就会当完成。 第报名海巡苏湖南一员在花莲外海克服深海海上，继续调查失联 F-16V 飞官新北基。花莲海巡队用相挺编制进行联合调查。花莲南车北透早也被看到准备出港，H-14海票。 海巡人员沿河边继续调查，通讯车伫边太平，飞官新北基进前3 F-16V 意外失事。总统大清德高度关心，强调国军海巡游员全力搜救。我非常希望我们全国人民都能够为辛伯义上尉集气，我们也祈祷他能够平安归来。 海军派出30架飞机、2架无人机，海军甲海巡总共22架舰艇，陆上180官兵投入搜救。针对新北基反映 F-16V 进步电脑 MMC 故障，国防部长顾立雄亲身回应。 在114年1月开始，这样子的一个软体的一个稳定的状态，因为经过软体升级之后，这个 MMC 的一个已经呈现一个稳定状态了。 F-16V 的相关装备包含防寒衫、自动防浪地系统，被质疑有完无到位。顾立雄承认去年军购防寒衫，按照今年3月进前全部交货，自动防浪地系统类比整合算会爱延改，要拼明年全部验证。有委员问买66架 F-16V 新机的进度。 到1月7号为止，成生产线在线组装已经有56架，那这个有46架的单座机跟10架的双座机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上半年如何呢？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看它第一架整个的测试。 F-16V 失事，空军下令执行天安体检，外界烦恼中共会加大绕台日头，恐然影响战备。顾立雄回应，体检作业拜6完成，空防维护空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